今日是新正初五，是年假的上尾工。这高速公路过道就北的车道真多，尤其是这中部甲新竹的路段特别塞。也若是这天气的方面，今日是又搁降温啊，北部甲东北部拢正凉冷。明仔载这开工，就有一阵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到地，拜二、拜三上介寒。这中部以北是有可能会降到8度，大家都要注意。 大台北早起乌阴落雨，小假日东北季风报道感受湿凉。拜一开工至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，各地气温下降有感觉。加上华南风雨区东线，各地拢有短暂雨，修正天气一直继续到拜三。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低温有计来到8至10度，关山有机会落雪。明后2天的话，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，在北台湾2500公尺以上，还有中部3000公尺左右以上的高山都有机会出现局部降雪的状况。 尤其是在明天一直到周四清晨，北部、东北部可能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，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一个降雪的部分。各道路况部分，休假日过到了后，阁有一波北返车流出现。外暗头啊，国际大众系统国三大架甲湾里路段游玩车侪，各个的北返车流也继续，淹过时速已经下单维持伫70公里左右。像在国五道5号下午的部分，在国五北向的头城至平林路段都有车多一个状况。 并预计会持续到晚上才会逐渐疏解。离岛交通部分，因为金门机场候补旅客较侪，车煞开工日，业者也会加开金门往台北一架次各放大机型，已经开放订票，有需要旅客会当多加利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